2025年世界博览会4月要伫日本起股，台湾馆嘛正式公开。唔但要展现台湾的自然风景、人文特色以外，嘛要互国际看到咱台湾的高科技产业。材质蜿蜒的商人折线结构与日照光影互映，展现多种样貌。顶顶塔塔的造型，都那亲像台湾大山微调的，高配金属质感，代表国内伫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。2025年台办世界博览会，代表台湾的 Tech World 馆，伫4月13伫日本大阪上场，要带世界熟悉台湾。进入展馆，您将开启一段怦然心动的旅程，透过 AI 打造您的专属台湾之旅。参展的民众进入场馆了后，随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好山好水。展演内容包括生命、自然、未来3大主题剧场。民众也可以当挂 Tech World 馆才有的 AI 智慧手环，检测参展民众个人介意的。推上个人化的台湾观光行程，促进台湾的观光商机。这是一个为期4年的计划，我们非常感谢立法院的支持，总计呢有20亿的经费。那到目前为止都工程方面还有这个软体的都进行非常的顺利。我们目标是100万人，对，那整个日本的这个大会大概是2800万人。那大会的预期呢是大概70%、80%左右是日本人。这届拢总有180个国家、企业加国际组织参展。第2019年上海世界博览会，台湾馆互人选为记者印象上好的展馆，吸引将近70万各国观光客参访。这届更加有希望冲关到100万人次，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强好精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